需要自己俾一啲自信自己，同埋去肯定自己嘅努力，呢樣先至係做運動健康啦，而且個心靈上面都會健康。我今日出席咗全女班嘅健身室活動咧，感受到非常之開心啦，同埋好有安全感。呢間健身室咧，私隱度咧非常之高啦，而且咧係全部都係女教練啦，同埋女學生啦，所以身為女性嘅我咧就好放心可以嚟呢間健身室度去練習。因為而家好多女仔可能都會好介意一啲身體嘅接觸啦，或者可能係佢另一半會好介意啦。咁所以我就覺得，如果係女教練嘅話，就無後顧之憂咯。教學上面都可以好自在咁樣，佢掂我，我掂佢啦。咁第二就係作為女教練，又可以用自己嘅身形多啲說服力，同埋令佢會想揾我做教練咯。我覺得全女班健身室呢一個概念咧非常之好啦，因為咧我哋女仔去做運動嘅時候咧，咁可以好似 free 啲咯。因為咧雖然唔係話男仔一定會搏懵或者咩嘅，咁但係有時可能着得貼身啲咧，或者可能有時即係做一啲動作可能烏低啊或者咩咧，都會好似方便啲咯。